国内政治新闻，国民党伫台北第7选区的立委，到底应该由现任的费鸿泰继续拼，还是和吕建新、齐卡心上阵？到即马党内要敲未平，即马呢决定以3-7制，也就是讲党员投票占3成，民意调查结果占7成，决定提名人选。这甲齐卡心主张的全民调无共款，伊嘛认讲，有即款的结果，就是因为费鸿泰时批评对手呢70外岁佫变即款把戏，令人不体。这个对着费鸿泰回应呢，当然是一定要团结拼这个立委的席次过半，嘛讲伊的对手干那伊家己。我也会继续配合里长一起来持续的替大家服务。台北市议员齐卡心一透早来到台北市中正里来上车，江山区的真惠珠、柯淑华拢敢若派助理出席，现任立委费鸿泰更加是无出现。严格国民党必心大战是愈战愈歹，市党部30号决定以3-7制来进行初选。也就是党员的投票占3成，民调的结果占7成来决定立委的人选。和齐卡心美讲，安尼结果根本就是对手费鸿泰的变鬼。非常遗憾的是，费鸿泰委员他使用了这个关说跟施压的方式，已经70岁了，还在背后用这种伪君子的方式搞小动作，我觉得这是比较令人不齿的。我们共同竞争的对手是民进党，是其他的政党，不是自己的党内。除了台北市松山信义袁美婷，另外一边港澳区敢讲嘛要开始党内烧战的心。我也相信李彦秀绝对是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，有办法帮国民党赢回这一席。2022年以第1关票当选议员的李彦秀宣布讲要来选立委，和原本表态想要选的游淑慧，规个人拢硬气。如愿获得第一高票之后，不到4个月，又再一次觉得可以挑战立委。不太知道中间的转折跟转变是什么。李干秀表示讲，和游淑慧是好朋友，希望会当同齐拼，和国民党重返执政。严过即卖国民党唔那连总统的人选都还未决定，就连立委这边变卦嘛是真大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